大家好，我係5D 班嘅史偉軒同學。今日我要介紹一本書，佢嘅名係叫做《童話有 STEAM 無處不在的力》。呢本書有好多大家最熟悉的故事，例如3隻小豬啦，同埋阿拉丁神燈等。書入面有好多科學，就好似3隻小豬入面嘅大野狼，點解一吹一大口氣就可以把火吹熄呢？係因為吹嘅速度很快，就可以容易把火吹熄。書入面有好多科學知識同埋圖畫，容易俾同學睇，所以我介紹呢本書俾大家看。多謝。